刑囚夾印桃花飯主觸發啦 ASPD。第5章命盤的暗示反社會人格障礙。回到偵探社，程理生把2次訪談的筆記整理出來，與張子軒的背景資料放在一起。張子軒的人物畫像：24歲，大學畢業，求職半年無果，但沒有明顯財政困難，現修讀樹藝師文憑課程，任職樹木修剪工作，月薪12,900元。足球風格花巧有餘，實力不足，關鍵時刻發揮不出來，反映他的人生同樣如此。聰明但傲慢，有受害者心態，對社會充滿怨恨，有一套自我合理化的邏輯用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。眼神冰冷，缺乏同情心，曾經公開嘲笑他人，曾經作弊，曾經盜用他人證件。社交媒體上看似風光，實則極度依賴外部認同，會刪除負面留言，只保留正面聲音。畢業後，屢有移民，感情受挫，事業失意，求職屢屢碰壁，越來越偏激，越來越封閉。這些特徵與方志恒教授研究中的反社會人格傾向高度吻合。程理生打開抽屉，拿出張子軒的命盤筆記。他翻到那一頁，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紫微斗數的注解。張子軒命盤分析：刑囚夾印與桃花飯主。1、刑囚夾印格局定義：廉貞囚星與擎羊，刑星同宮或廉貞化忌，構成刑囚夾印古書云。刑囚夾印兇狠違法，不守法紀，易有牢獄之災或橫禍。此格局的人性格高傲，內心奸偽，做事虛偽不實在，擅長運用手段爭權奪利，容易與法律和規則產生衝突，身陷灰色地帶。現代演繹此格局代表一生中容易遇到嚴重的是非、風波、糾紛。這類人手腳靈活，懂得運用關係，但若沒有道德約束，極易因貪求權力或財富而鋌而走險。2、桃花反主格局定義：子午卯酉桃花星並見或多見廉貞與紫微、貪狼等桃花星同坐或會見咸池、天姚、大耗、沐浴等細星。古書云：桃花犯主為智人，指貪狼的慾望會影響紫微的理智，導致一生為情色是非所害。現代演繹：若無其他煞星，此家人可能具特殊的藝術品味與敏銳觀察力，但若加煞星，則趨向於利用感情來達到掌控他人或謀取利益的目的。12、宮位分析格局如何被觸發。程理生翻到命盤的另一頁，上面是他根據張子軒的出生時辰排出的12宮位。他仔細審視每一個宮位的星曜分佈，試圖找出先天傾向與後天環境之間的連結。命宮廉貞化忌加擎羊加天傷加咸池天姚，這是問題的核心。廉貞化忌帶來的是卑傲自以為是，既自卑又自大，內心深處覺得自己不如人，表面卻要裝得比誰都強。擎羊的急躁讓他缺乏耐心，大限會貪狼的慾望讓他永不滿足。咸池天姚的桃花煞則讓他沉迷於短暫的刺激與認同。觸發點：當現實無法滿足他的慾望時，他不會反思自己，而是怨恨社會。這就是受害者心態的命理根源。父母宮天梁旺地，天梁是陰星，主被任保護。張子軒的父母宮天梁旺地，代表他童年時期得到良好的照顧和資源，沒有經歷過真正嘅匱乏。問題所在，過分的陰庇往往養成理所當然的心態，他習慣了被照顧、被滿足，卻沒有學會感恩和努力。當離開家庭進入社會後，發現世界不再圍繞他轉，這種落差就會轉化為憤怒。觸發點：父母的嬌寵讓他自視過高，無法接受自己只值12,900元的事實。交友宮太陽在害，太陽在害之宮位暗夜無光，溫度不足，這直接對應了他眼神冰冷、缺乏同情心的特質。改善方向：太陽雖然在害，但本質仍是思魚之星。如果他能主動對朋友付出真誠，太陽的能量就會被激活，逐漸回暖。
換句話說，他不是天生冷漠，而是選擇了冷漠。對案件的啟示，張子軒在球隊沒有朋友，在職場不合群，正是因為他從不主動付出真誠。他的社交媒體看似風光，實則只是單向的被認同需求，而不是雙向的情感交流。夫妻宮貪狼加武曲，對宮為事業宮。夫妻宮的對宮是事業宮，兩者相互影響。張子軒的夫妻宮帶貪狼，對宮武曲，大限多波折，畢業後女友移民離他而去，正是這個格局的應驗。桃花煞的影響，咸池天姚不僅影響命宮，也會透過夫妻宮顯現。他容易吸引爛桃花，那些看似熱情，實則利用他的關係。當這些關係破裂時，他不會認為是自己的問題，而是歸咎於女人現實、社會不公平。改善方向，此格局的人適合選擇多接觸大自然、溫暖陽光的工作，不要困在寫字樓內作爾虞我詐的辦公室鬥爭。樹木修剪工作其實符合這個方向，戶外陽光與自然接觸。如果他能夠專注於這份工作本身的意義，而不是把它當作失敗者的選擇，爛桃花的負面影響就會被抵住。諷刺的是，他選擇了正確的職業方向，卻用錯誤的方式對待他。福德宮七煞在身，四馬之地。七煞在身時，四馬之地，代表奔波、變動、活力。這說明張子軒的內心其實享受忙碌和挑戰，他不怕辛苦，甚至渴望頻繁的移動和刺激。問題所在，但他沒有把這股能量用在正途。他的奔波變成了在網上搜尋詐騙方法，挑戰變成了策劃如何擊敗保險公司。改善方向，四馬之地的人不適合靜態重複的工作，更不適合長時間困在室內。如果他願意走出互聯網的世界，把精力投入真實的戶外活動，比如登山、露營、長跑，他的人生觀、世界觀、價值觀都有機會被重寫。可惜的是，他選擇了把自己關在房間裏，對着屏幕策劃騙局。田宅宮天同加化祿，天同是福星，化祿是富足，兩者同宮，代表家庭經濟穩定，甚至有早孕。這印證了他沒有明顯財政困難的背景。問題所在，正因為不缺錢，他的詐騙動機不是生存，而是證明自己比系統聰明。這正是反社會人格者最危險的地方。他們犯罪不是為了錢，而是為了成就感。格局觸發的完整路徑，程理生在筆記本上畫了一條因果鏈：先天格局刑囚甲，印加桃花犯住。童年環境，父母宮天梁旺地驕寵，自視過高。青年挫折，畢業後求職失敗，加女友移民。扭曲應對，交友宮太陽在害，選擇冷漠而非付出真誠，錯誤沉溺。福德宮七煞在身，精力投入互聯網而非真實世界，觸發犯罪。命宮廉貞化忌加天相受害者，心態加操控慾望。命盤從來不是判決書，而是一張說明書。它告訴你天賦在哪裏，陷阱在哪裏，但選擇走哪條路的始終是自己。程理生拿起筆，在命盤筆記的空白處寫下這段話：刑囚甲印帶來違法傾向，桃花犯主帶來操控慾望，兩者結合，加上現實生活中的挫折與失落，這不是一個普通的詐騙犯，而是一個在崩潰邊緣的反社會人格者。但命盤同時也給了他出路。太陽雖然在害，仍可發光；七煞雖然驕縱，仍可轉化；桃花雖然泛濫，仍可抵住。他選擇了犯罪，而不是選擇了改變。這不是命盤的錯，是他的選擇。他拿起電話，撥通了林慕堅的號碼。阿堅，你幫我查的事情怎麼樣了？醫療記錄已經調到了。林慕堅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。張子軒在事故前3個月曾經在公立醫院急症室看過診，診斷是急性腰肌勞損，位置與這次的傷勢完全一致，所以他的傷勢很可能是舊傷復發，而不是野豬撞擊造成的。不僅如此，我還發現一件事，他在事故前1週曾經在網上搜尋過野豬習性、動物鎮靜劑、GoPro 剪輯軟體等關鍵詞。我通過一些技術手段拿到了他的瀏覽記錄。程理生笑了，
你這個政府化驗師，怎麼連瀏覽記錄都能查到？我有我的方法。林浩堅的語氣帶住一絲得意，而且我還查到他在事故前2週曾經多次前往嘉道理農場，那是香港少數可以接觸到野豬的地方。他可能在那裏觀察野豬的行為，甚至可能取得了野豬的分泌物或氣味樣本，所以他真的有計劃地引誘野豬。證據指向這個方向，但我需要更多時間來確認。請李生掛斷電話，靠在椅背上，感覺案件的真相越來越清晰了。他翻開方志恒教授的論文，找到關於反社會行為的章節。論文裏有一句話被他用紅筆標記了：反社會人格傾向的形成是先天因素與後天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，基因提供傾向，環境決定是否觸發。程李生看着這句話，想起了張子軒的命：盤刑囚甲印、廉貞化忌、瓊陽同道、桃花飯主、貪狼與咸池、天姚相會。先天傾向已經存在，而後天環境呢？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，女友移民離他而去，求職面試屢屢碰壁，月薪只有12,900元。他的聰明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，他的傲慢讓他無法融入任何團隊，他的扭曲正義感讓他越來越怨恨這個社會。先天加上後天，這就是張子軒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的原因。但他同時也想起了命盤中那些解藥：太陽在亥仍可發光，七殺在身仍可轉化，戶外工作本可成為他的救贖。他選擇了犯罪，而不是選擇了改變。他看着窗外的夜色，想起了方志恒教授說的最後一句話：命運給予我們牌局，但出牌的方式始終取決於自己。這句話，他打算在案件結束時告訴張子軒，如果那時候張子軒還願意聽的話。